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称言。我们是蒙的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3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素鸾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无条件的爱，选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无论是高山或是低谷，都有主你的同在。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透过每一次的读经、牧师的教导，让我们都能领受神的话语，学习耶稣的样式，经历圣灵的带领，经历圣灵的更新，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传福音的人，尽心尽力的服侍，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20章看见保罗他因着福音来到了以弗所，来到了马其顿，来到了亚该亚，但也为了福音而离开了这些地方，继续往需要地方，往上帝所呼召的地方往前。那来到了特罗亚，保罗讲到让一个这个奴隶由推骨从楼上摔下来而丧了命，但是上帝的同在还有又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也看见保罗通宵的讲道，那还有擘饼是为了要兼顾信徒。那保罗他知道有7个知道为主所献上的一切，那但是他唯一的不知道就是前方所将遭遇什么样子的困难。那我们看见保罗效法主耶稣，一切都为了福音，并且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是比受更有福。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从第3次布道旅程的结束，那并且要展开往罗马的路程，或是说第4次的旅程。那在第3次的宣教当中，保罗从安提阿来到了以弗所。那在以弗所至少2年3个月之后，那在这当中有写下哥林多前书，那还有曾经在哥林多前后书的记载有知道他有去过哥林多。那保罗离开以弗所，因为这个以弗所的暴动，那去到了特罗亚，去到了腓立比，那在腓立比写下了哥林多后书，那又来到了庇利亚，到希腊就是去雅典，然后去到了马其顿，去到了亚该亚就是去哥林多。那在哥林多停留了3个月，那在那里写下了罗马书。那从哥林多要回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呢，那但是他知道有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又原路折返。那到了特罗亚，在那边航行了5天，特罗亚停留了7天，那又离开了特罗亚往美利都。那在美利都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这边跟他一起会合，一起分享，一起跪下来祷告。那也预言他即将受难，那还有让教会非常的不舍。那保罗又继续今天要继续看保罗这一段回去到耶路撒冷的旅程经过了哥士罗底、帕大拉，然后到推罗，然后一路多利买、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好，那请素兰执事带我们来读是21章的第1节到第9节。
第一节，我们向他们告别了后，就开船，船直航哥斯岛。第二天抵达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在帕大拉遇着一条要开往腓尼基的船，我们就上船起航，航行到望见塞浦路斯，船就绕过南边，朝着叙利亚走。我们在泰尔上岸，因为船要在这里卸货。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些门徒，就跟他们一起住了7天。他们得到圣灵的指示，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可是我们逗留的时间到了，就继续我们的旅程。信徒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送我们到城外，大家都在沙滩上跪下来祈祷，然后彼此道别。我们上船，他们回家去了。我们继续航行，从泰尔到了多利买，向当地的信徒问安，跟他们住了1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到了凯撒利亚，就到传道人腓力的家去，跟他们住在一起。他是在耶路撒冷被选出的那7个助手之一。他有4个没有结婚的女儿，都有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以上。牧师，你麦克风没有开啊。OK， 好，谢谢。我们从这个20章看见保罗对不起，路加从20章就又回来到保罗团队当中。好，那时候经过了腓立比、特罗亚，那所以这里一路上呢，我们都看到继续用用我们这个字，那就是路加都有参与在这段的路程。那这段回去的路程呢，有几个地方，哥斯岛、罗底、帕大拉，好，那腓利基、塞浦路斯，这我们都介绍过。那还有泰尔，所以我们可以对照地图来看这些的地方分别都是在土耳其跟希腊的交接的地方，是在地中海的东岸靠北之处。那哥士这个地方呢，那它的意思叫做公共的监牢或公共的监狱，那可见以前这里可能是在关犯人。那后来也成为金融和运输的中心，当时是属于亚细亚省所管辖，盛产就是在这岛上呢，还有盛产麦酒和丝绸。那甚至在这个希腊的医学的鼻祖也是出生在这个岛上，岛上甚至还有医学院。那这是哥士岛上的照片啊，今天来看是一个非常迷人，也是一个非常风光优美的地方。那罗底呢，这个岛的意思是玫瑰色的，或是玫瑰的。那可能这个岛上的种了玫瑰，或是在岛上的颜色呢，花开得像玫瑰一样。这个岛有长约87公里，宽32公里，好，那是全部都是山地，没有平原，谷地也非常的肥沃，那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港。那它也有罗马的公共建设，在古代是商业、文学、艺术的中心之一，那甚至也是所谓罗马的海上律法。那主前2世纪，它的政治势力达到高峰了，那也控制了小亚细亚的西南边，加里亚和吕加等地方。那有一个传说，就是在这个罗底岛上呢有一个亚波罗的巨像，这个巨像呢有37公尺大约就是12层楼高。好，那是横跨一个港口，所以这个船要出海呢，要从亚波罗的脚下来过去。那被列为古代的世界7大奇观之一，但是这个巨像完工不久之后呢，就被地震给毁去，好，那它的膝盖以上全部都倒下来。那这个罗底岛呢，好，这是从上
往下可以看到这个罗迪岛的海景。那这是从下往上看罗迪岛这个岛上不高，但是有一个城堡。今天也是一个观光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那有保罗从这个亚亚经过了罗迪岛，接下来到了帕大拉。帕大拉这个岛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散落或是咒诅。那它也是一个海港城那有一个太阳神的神殿那从这个还有剧场，所以在有的圣经当中会写帕大拉和美拉这两个是加在一起。那美拉就是在这帕大拉比较大的一个海港。那也是有比较大的船只可以通过。那这个也是在今天这个帕大拉可以看到的这些的遗迹。那还有这些剧场，还有这些的罗马大道。那也是一样，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那最后保罗终于来到了叙利亚。那他从泰尔来上岸了。泰尔也是推罗，那在保罗的时代也是一个主要巨要的城市。那已经登岸。所以这趟路经过了哥斯岛、罗底、帕大拉。那在帕大拉遇到一艘船要开往腓尼基，他们就搭了这艘船。那在船上呢有经过看见塞浦路斯岛。所以但是他们没有登岛，一路往前。所以这艘船应该是够大，那它的补给能力也很强。那他们终于在泰尔上岸。那船就在泰尔来卸货。第4节保罗说他在这个泰尔呢也有遇到了一些的门徒，那就跟这些门徒同住了7天。那这些门徒呢有得到圣灵的指示，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这个圣灵的指示那这也是路加所认同，所以他才会把这段话写下来，说这些门徒所说的是来自于圣灵。那但是圣灵的意思是要保罗不要去。那保罗要不要去呢？那这里没有说保罗要去不要去。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行动。第5节可是他们几天之后又出发前行了。所以不要去，但是在几天之后保罗还是离开了泰尔，那继续他们的旅程。那这些门徒信徒妻儿都来道别，甚至就在泰尔的海滩上在那边祷告。所以可见他们这段路呢是继续航行。那航行呢又往前了一站，那就是从泰尔到了多利买。那又登岸之后又向当地的祈福问安，又住了1天。那这个泰尔到多利买的距离呢其实不远。那但是圣灵有指示不要去。那可能保罗不走陆路，走海路。但是海路不久又登岸，又来到了多利买。那在多利买遇见的这是多利买的城市，意思是好战的。那今天的叙利亚的阿卡，那在跟这个泰尔推罗只有相距45公里。那4世纪就有腓利比人在这个菲利士人在这里。那时候也叫做阿卡或雅科。那今天也被称为雅科。那有这些的圣殿骑士的地道等等。那这里离该撒利亚只有1天的旅程，离耶路撒冷更近。所以已经虽然圣灵指示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仍然继续的往前了。那在多利买遇见了这个7个执事，就是腓利。那在这里腓利有个绰号叫做传福音的腓利。那现在中译本翻成传道人腓利。那但是他的意思是说腓利他的头衔是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在第8章的时候就看到腓利的事迹怎么样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出来到了撒玛利亚。那现在路加的编排好像有意说这个福音已经从撒玛利亚犹太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各个地方，现在要回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又以这个提到了腓利。那腓利呢已经结了婚，那他有4个女儿。那4个女儿都还没有结婚，但是
和本说他们都会说预言，就是他们有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那也可以说他们也是传道人，也都会来传讲耶稣是基督的消息。所以接下来就是从多利买腓利的家继续往前的行程。好，请素兰姐带我们来读第10节到16节。第10节，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来，他来看我们，拿起保罗的腰带，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说：圣灵这么说，这腰带的主人会在耶路撒冷受犹太人这样子的捆绑，然后被交到外邦人。12节，我们一听见这话，就跟当地的人一起恳切地劝告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可是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不但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就是死在那里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们无法说服他，就都住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就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16节，有些从凯撒利亚来的门徒跟我们同行，把我们带到一个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里去住。这个人是早期的门徒。以上。好，那所以我们表示路加继续在这里。好，那在多利买在腓利的家中住了几天。那这里虽然腓利是传福音的腓利，他的女儿都会说预言。好，但是在这里明显也没有提到保罗要不要上耶路撒冷的事情。好，反倒是有一个先知是从犹太来到了这个多利买。那他在这边呢，拿着保罗的身上的腰带，那这腰带是布做的，然后先知把自己手跟脚绑起来，说圣灵这样子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那这个雅加布呢，在11章28节就已经出现过。好，那他的名字是蝗虫。好，那时候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就有预言，那时候到格老丢皇帝的时候就会有饥荒的这位先知雅加布。那他的预言是准确的。好，那好几年过去，那现在他预言这个保罗要被捆绑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所苦待，并且呢还要交在外邦人，就是只交在罗马人的手中接受审判。那如果是保罗听见了，会不会去呢？那但是这里就有一个为保罗开了一个绿灯哦，因为前面在推罗的时候，这群门徒呢，说借着圣灵的感动，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那保罗也没有直接上耶路撒冷，但是在这短暂不同地方的停留呢，连圣灵都已经预言启示，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好，那所以这里就起了2种的反应。好，那在这个凯撒利亚的门徒呢，有的跟这些保罗的门徒呢，听见就恳切地劝告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去传福音啊，可以继续去罗马传福音，去西班牙传福音。现在去耶路撒冷，已经之前传福音的路上就已经被犹太人害得这么惨，现在去到耶路撒冷，这群犹太人更疯狂，绝对是不会放过保罗的。但是保罗呢，却也可能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两个就起了2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保罗13节却反问，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意思是说保罗他的心呢都快要碎，或是说他的心呢都快要裂开了，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但保罗自己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那这一段路就让我们好像看见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好，那他的门徒一路上在阻挡耶稣，好，不要去这些事情受苦受害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好，但是耶稣却一路的往前，好，甚至在客西马尼园迫切的祷告。那和门徒好没有办法警醒的时候，但是这个主耶稣好最后是说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而是顺从上帝的意思。那保罗他也是已经做好这个受死的决定了，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是愿意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很多的门徒都有感动，都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最大的感动还是在保罗自己的心中。那虽然保罗心中有感动，他是也不会跟这些门徒所得到感动来起冲突。那他还是会依然等候或是等待，然后清楚明白。那但是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好，那这一句话呢也说服了众人。所以众人就不再拦阻，知道保罗有一个 passion， 他要去殉道，他要去把他的这个生命来为主来摆上，所以他们就从该撒利亚要继续收拾行李往耶路撒冷去。那甚至连该撒利亚，所以从来到了叙利亚推罗的门徒、多利买的门徒、该撒利亚的门徒，那就这样一路上就跟着保罗的团队，那还有来到了一个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里去住。拿孙的名字虽然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但是这里有提到他是早期的门徒，好，那可能就是有遇见主耶稣，或是也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那拿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储存或是记忆，那是一个希腊的名字，可见他不是纯犹太人，他可能活跃于在希腊人当中。那但是这个人有提到他的犹太名字就是米拿现或是马拿西啊，米拿现或是马拿西，那是在旧约当中就是很常用的名字啊。好，不论是先知旧约的先知或旧约的君王，都有出现这个名字。那到了希腊文就翻成了拿孙。那他们呢，这个拿孙呢家一定相当也是够大，才能让这一票的门徒在那里居住。好，接着再请素兰姐带我们来读17到22节。17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信徒们热诚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跟我们一道去见雅各，所有教会的长老也都在场。保罗向他们问安，然后把上帝怎样使用他在外邦人当中的侍奉都向他们报告。他们听见了都颂赞上帝，又对保罗说：弟兄啊，情形是这样的，在犹太人当中有数以万计的信徒，他们都是严守摩西法律的。他们听见你曾经教导侨居外邦的犹太人放弃摩西的法律，不要替孩子行割礼，也不必遵守犹太人的一般规矩。他们一定会听到你已到此地的消息，我们该怎么办呢？以上。好，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会觉得耶稣来到了该撒利亚，这段路走了好久好远。可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从该撒利亚回来到耶路撒冷，只觉得这段距离非常的近，非常的短。那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级，因为曾经保罗去到了更远的地方，所以该撒利亚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就近在眼前。那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也表示保罗的第3次布道旅行已经完成。好，那所以对保罗来说，好，他能够有一个交代，好，完成，好，这个强烈的呼召，让他回来耶路撒冷。好，虽然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热忱的接待，那这跟保罗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人家当作是凶神恶煞的这个场景很不一样。那第2天就见这个雅各，所以可见雅各还继续在耶路撒冷，是耶稣的弟弟。那保罗问安，也把他这一次布道旅程好的在外邦中的服事都向他们来报告。好，那大家听了就颂赞神，并且呢
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就是在这里有犹太人当中数以万计的信徒，可能就是律法主义，或是这些的法利赛人，或是曾经过去跟保罗的前身扫罗一样，都是这个律法主义者，都严守摩西的法律。现在听到你教导外邦的犹太人放弃摩西的法律，而且不要行割礼。重点就是在不行割礼该怎么办。其实不行割礼这件事情是耶路撒冷自己开会决定的，可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开这个会决这个定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已经受过割礼，而且他们都已经在这耶路撒冷生活圈。反倒是保罗带着这个决定在这公文出去，现在回来了，全身都是罪名，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在替他想办法解套。那再请素兰姐带门徒23到26节。第23节，现在请你照我们的话去做。这里有4个许下愿的人，你带着他们，跟他们一道去行洁净礼，替他们缴费，这样他们就可以剃掉头发。你这样做，大家就会知道，他们所听见关于你的事不是事实，并且知道你自己也是遵守摩西法律的。至于外邦人中的信徒，我们已经写信吩咐他们不可吃任何祭过偶像的食物，不可吃血或被勒死的牲畜，也不可有淫乱的行为。于是保罗带着那些人在第2天跟他们一起行了洁净礼。他又到圣殿去报告洁净期满的日子，等候祭司为他们每一个人献上祭物。以上。谢谢。好，那我们看见保罗这趟回来呢，那前面2次布道旅行都有讲回来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提到圣殿。那第3次很清楚的提到保罗回来耶路撒冷的目标是要进到圣殿。好，那这群耶路撒冷教会人替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这我们有4个许愿的人，你就陪他们去还愿。那还愿要行洁净礼，要缴费用，就是要做奉献。那这个奉献呢，就会让这些的犹太人就认为，保罗你有在按照犹太人规矩，因为现在他们担心保罗会被控告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会再来灾难。好，那还有外邦，那使徒们也说，在外邦的教会已经有吩咐这些的事情。那所以保罗呢，他也没有答辩，也没有多做什么，就按照耶路撒冷教会的建议，他就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在那边行洁净礼，然后也在那边奉献还愿，然后并且等候祭司的查验。好，那这是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好，接着再请素兰姐带我们读27到30节。那7天的期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些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他们就煽动群众，抓住保罗，呼喊说：以色列人啊，快来帮忙吧！这个人到处说教，反对以色列人民和摩西的法律，也反对这圣殿。现在他居然带着希腊人进入圣殿，侮辱了神圣的地方。他们这样说是因为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和保罗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曾经带他进圣殿去。这时候全城骚动，群众都跑过来抓住保罗，把他从圣殿里拖出去，圣殿门立刻都关闭起来。以上。那保罗在圣殿等待了7天，要等待祭司的查验。好，那这7天可以说是安全的，但是呢，可见这个耶路撒冷的提供的建议是有效的，但是最后破功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那这里亚细亚应该就是指以弗所，因为他们后面看到了一个以弗所人，那他们就认出了保罗，而且他在圣殿里面还带着从以弗所来的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
圣殿当中，好，就咬定说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圣殿，好，因为外邦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心中，好，还是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好，如果把外邦人带进去呢，没有经过洁净，好，就是洁净也不能带进去，所以他们就煽动说，保罗他污秽圣殿了，这下这个罪名可惨可重了，所以立刻群众全城骚动。那保罗很有经验，保罗到每个地方都会引起骚动，那他真的果然就被抓住，所以雅加布的预言就在这边来成就。最后31到36节，简述兰指示咱们来读。31节，暴民正想把保罗杀掉的时候，有人向罗马驻军的指挥官报告，说全耶路撒冷在骚动中。指挥官连忙带着军队和几位军官赶到群众那里。他们一看见指挥官和军队，就停止殴打保罗。指挥官上前拘捕保罗，吩咐用2条铁链把他锁起来。他问：这个人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人群当中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乱成一团，叫指挥官无法查明真相。于是命令把保罗带进营房。保罗刚走上阶梯，因为群众非常凶暴，兵士们只好把保罗抬了过去。群众都跟在后面大喊：杀掉他！以上。那当他们抓住保罗，连圣殿的门都关闭，圣殿的门都关闭，好，这个形容好。第一个路加有在场，第二个圣殿呢表示这个救恩，好，就是让就算保罗想要求救，好，要冲进圣殿也不可能。好，那但是呢这个骚动当中呢，有人通风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好，那在现在中译本就没有把这个字用上来啊，好，所以这个营呢就让我们知道一个营呢好会有600个人，好，但是千夫长呢他是带领1000个士兵哦，所以在第10章是百夫长哥尼流，但是这里比哥尼流更大，是千夫长。那这个千夫长呢，在这段时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路从今天21、22、23章，好，那这千夫长呢没有名字，但是跟保罗之间呢，好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好，那这千夫长呢，好，本来百姓已经自己要动手要杀掉保罗，但是呢，千夫长一来就停止这样的事情。好，但是千夫长呢，好也吩咐人用铁链捆锁，好，然后把他问清楚到底他是谁做什么事情。好，那但是因为现场太乱，好，所以保罗呢，好就把保罗带进营房啊。好，那保罗呢要带进罗马士兵的营房的上台阶呢，好，甚至群众挤得非常的凶猛啊。所以这让我们想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好，是骑着驴子，但是呢他要被拖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好，却是一群人，好像巡抚比拉多，好，一直来控告除掉他。好，那现在保罗路加的描述呢，就是好像保罗就是耶稣的翻版一样。好，现在呢当时的巡抚，等一下我们在后面23章会出现，好，巡抚是菲利斯。好，那同样的场景呢，群众在后面跟着除掉他杀掉他，好，那就是意思也是钉他十字架的意思啊。好，那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好，保罗他的宣教旅程呢，在路上都有这些的同工，好，老同工的接待，好，到每个地方他自己所开拓的地方也好，或是遇到了这个7个执事当中的腓利也好，好，那宣教是需要经过接待啊，好，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的祷告会，好，在 AVN 台湾，好，他们要来台湾传福音，也需要有一个教会，好，迦南教会能够在这里的接待，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第二个，我们看见保罗行了洁净礼，他的最终的目的，其实对他来讲是多余的，但是他顺服也愿意，是要得着犹太人和犹太弟兄的心。保罗最后被控告的罪名就是他带了希腊的外邦人，来污秽神的殿，他带了一个以弗所人的特罗菲摩。好，那有没有进去呢？路加认为是没有。
但是就因为有一群的亚细亚的以弗所的犹太人看见控告，那这个事情呢就马上挑起犹太人的敏感的神经就开始又躁动暴动起来。那有这位千夫长及时的介入，那我们会看见保罗呢终于可以接下来得到许多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跟随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的脚踪，知道圣灵有时候会透过门徒信徒来说预言，会有些指示要或是不要，但是也看见耐心等候的保罗他并没有直接的冲撞，而是不断的寻求那即便知道前面有艰难有危险有锁链，但是就是为了主为了福音把自己的性命献上也是甘愿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效法主耶稣的心志，就是若是可以请主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主的意思。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路上彼此的帮助，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和管道。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素兰姐，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